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平湖的花火节，为期2个半月，圆满结束。闭幕式的烟火表演结合着200台的无人机来展现灯光的科技。今年的花火节来超过20万的观光人次，比去年成长10%。在灿烂的星空下，五彩缤纷的烟火为彩虹桥迄边冲上天顶。一日一摆平湖烟火节，当然是要看烟火。天府团队好，那我们的现场的朋友先上去拍照。和观众赞叹的也有这项。2、1，跑！烟火结合200台无人机的科技灯光表演，摆出平湖伤心石湖顶顶的图，引起真侪人来参观。台顶也有歌手咧唱歌。铁血公主戴爱玲一首《千年之恋》，搁炒热现场气氛。另外，还有金曲歌王王立友嘛来助阵，亲切的祝福和歌迷小姐甲握手翕相。另外，平湖景天队的七毒犬欧弟今年9岁要退休啊，伊伫全场见证下功成身退，感动时刻也有表演团体成员提出勇气伫舞台顶求婚。成功变成烟火节求婚的第8对的新人。平湖县政府举办2个半月烟火节，吸引超过20万的旅游人次，甲去年比较起来成长20%。不过后个月初3就是汉阳 Party 的嘉年华，是毋是有法度阁引起观光热潮，令人期待。